上来啊，你来啊，好，不是你来啊，你已经出现啦，迄款建议遐出现啦 ，OK。咱伊第2名，第2名呢？伊第2名啊，我本来第1名，但是我泡茶时阵，这是什么人？我拢互看天棚啊，这平啦。哦，平因兜嘿。平因兜甲来看天棚尔啦。伊就要泡咖啡，互你啉啦。哦，安尼啊，好。对啊，天棚。看天棚对啊，你看天棚。啊，你无去夏威夷哦？啊，无理解啊。无理解啊。伊无听，伊敢若迄款audio无开。伊有啦，伊点点啊听你讲。无啦，伊听你看伊拢看毋知咧看倒位吼。无就是伊迄款听觉有问题，或者听觉神经有问题。你念伊，因为条讲要甲伊闹啊。你看伊安尼，伊安尼误面吼。因为要闹伊。伊无听啦，伊无听。无听会着啦。伊无听，你看伊反应。我无输你，你有听的无？我有听。好嘞。其实即摆咱有听，拄我讲半工，伊就无听哈。我爱讲话。调工无爱甲你听啦。即摆嘛是我无听。无反应。无反应，伊这个选择性，甲以前阮母也同款，伊团的，阮母也嘛是安尼，若有好代志吼，要请伊食饭，伊都拢有听，得甲嫌哦，伊拢无听。敢若做老母的人拢安尼呢。老80岁以上拢安尼。对，是老母啊。迄叫做老母，台湾你讲得足对的老母。我细汉的时候，我拢叫阮妈妈叫老母，叫阮老爸叫做老爸。阮老爸定定甲我骂，我你若天下干那一个人叫老爸，就是你。我拢叫伊老爸，我唔叫伊爸爸。我拢叫伊老爸啊。我叫老爸。哦。老爸老母，敢不是老爸老母，好像是对第3个人讲说，伊是我老爸啊，你要当面叫他要叫老爸老母。我都叫阿爸阿娘。无唔对。我以前我在台湾的教会内底吼，叫什么阿爹阿娘，迄5张路啊，你个，你无听，伊正经无听咧，啊。你看伊拢无表情。无表情，伊有啥问题？伊可能伊迄款audio 有问题。伊就拢无听。无是，无那样，伊甲你的 connection 有问题。哦，是交我的 connection。好啦，不要紧啦，这耳根清净。这有个智慧 iPad。选择性，我这 iPad 是选择性。老板，你来做。即摆几点啊？这边9点半，迄个主管还未出现。OK。迄个文华也有怀念咱的礼拜堂无？即摆看会到啊？佫真水的兰花，互咱看。我较怀念迄个主庆，我叫人看到主庆。哦，老早拄则咧西装打扮呐。西装打扮。你卖真好食呢。你徛起来，人即摆讲，即摆安尼吼，结果真侪人吼，甲他顶悬穿安尼，下骹拢无穿裤。安尼哦。对啊。你来再来。我来叫你有穿啦，有穿啦。无文华兄先徛起来啦。无啦，袂使啦，我困裤咧。因为这就是有一寡人在厝内上班嘛，所以伊就穿个内底穿我花仔裤伫个，啊，唔多白，都叫人看到。你有想徛起来我看卖。好啊，你若知我脱口罩。
脱口罩，即摆都你都无口罩就对啊。嘿啊，我都无口，脱口罩呢。你无口通好罩啦。 Hello， Hello， 高早牧师，牛仔。即晚这是啥啦？你查囝？哦，你的背景水哦，哈？你的背景很水哦。你阮到啦？阮兜的后亚。哦，真的吼。即晚几点啊？可以啊，安尼嘛是。水啊！一个10点。嘿，骗人的。这1、2、3、4、5。周牧师要行起来啊，无影像。 Hello， 平安，周牧师，有啦，就无是你牧师讲你今仔日你就任，无啦，后礼拜啦，后礼拜，后礼拜，后礼拜啊，哦，后礼拜，后礼拜。伊周牧师的日子真好过。是啦，一年51礼拜，唔是52。OK，我还袂当看到我家己。你都唔敢看你家己嘛？人阮拢看到你呢。奇怪，我都看到我呢。我嘛无当看到伊。哦，有看了。我看到周牧师。这样都可以，这样可以。迄慧玲的镜头乃袂固定啊。咁无有呢？有啦。是慧玲无固定啦，伊人伫遐动啦。是伊人伫遐动哦。David 嘛无。David 高早。你又掏钱了，对啊。 Ask Marty that possible have a dog you outside. 让他听到声啦。 Thank you. 我无说你高早，伊也袂听到。拍无去啊。 You the monster. 我无说你高早。平安，我大家好。OK， 好。兰花是啥物时阵嘞？也水着，这兰花啊。哦，今仔咱伫教会咧做咧。今仔日到。我想讲，大家拢会怀念礼拜堂啊吼，安看一下。哎呀，啊，这当时诶，这哦，以前哦，这旧年底的啦。好。我拄去的迄1、2礼拜的。好。你牧师那拍无去哈？你讲安那？你来拍无去？你无全部拢揪出来啦。我叫你拍无去啊？要紧，我再来订货。哦 ，bless you。哦，像咧拍胶是像啊。看有的。原来是10月4月。19。 Bless you。 Bless you。啥人？自首。 Excuse me。你要食台语好无？即摆出去外口拢唔敢黑白拍骹墙呢。这台湾有一个较早有一个笑话，若去跋筊拍甲墙，钱拢你一定赢。啊，即摆拍甲墙，迄大家走了，钱拢你赢。去跋筊。对，中吧。安尼有影哦吼。
Hello，Hello，Hello， Hello, you say hello. handsome boy。 Some boy say hello, Pastor Lee. Hello， 拍谁啦？拍谁？嘿，哎，喂，接等了，觉得，Auntie，觉得，对对，就是 Auntie，Auntie。哦，伊即马愈来愈大汉了，嘿啊，伊看到个我整堂，我来了用这 iPad 拢来拢变嘢哦。啊，我拢听伊信息，甲我讲，现在你广告了，他在后院，好呀，还用背景。Yeah, it's a flower. You do like? Hey, I do like your flowers. Oh, I do like a flower. 会个水哦。这今年伫阮兜后壁订来啦。嗯，哦，啊，你拢有甲加落来内底插嘛，吼？嘿啊，因为这边落雨，所以我都要甲伊加，差不多30几蕊呢。哇！今若嘛就是玫瑰花最旺盛的时候。嘿啊，这是地。 Hey, I want to take. 你看这个真麻烦。你就真搞怪咧，我讲，你是必吧？ You don't touch it, don't touch it. Change it. 你那还怪不要紧。 Change it. 你去打好像不。可以了哈。可以了，差不多时间嘛，差不多。一摸来摸去冲我讲，出去这样25分。你看东西，这个。 等一下我就把它收起来，你就看这里。标准。对啊，对啊，你无伊无情况啦，主进给他请个社工年代，对啊，你真大人咧。他真困苦。资讯互伊看，资讯互伊看。我大家背给我看。让着好你看，哦，有 guts， 哎，有容易哦。春光外泄。这种啥事？哎，David 那个看到啊。哎，没讲。 来，牧师，咱即马来祈祷。好，来，等下我先甲 PowerPoint 用一下嘿。好。来。audio 开始伫要礼拜吼，啊，我先开始要甲大家关起来啊吼。 OK。孙主请你们的名哦，后来咱家己买当关了哈。主请你们是写 iPad 吗？ 对 ，iPad 嘛。OK。好，来，咱请主请助咱来祈祷，咱准备心来礼拜。请大家同心来祈祷。 我的主啊，耶稣基督，阮少年你，今仔日是7日的头一日，阮像你的使徒同款，阮拢美丽厝呢，我嘛是真惊吓外口的病情。愿主你临到阮的中间，你的话阁临到阮，愿阮拢平安。 主啊，阮感谢你，求你来进入阮逐人的厝内，阮逐人的心中，愿你的平安拢甲阮伫地。阮的感恩，奉主耶稣名求，阿门。阿门。
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请咱大家献开圣诗257首，257首，心目主坚固，请吟全首来讨论。第257首。心目主坚固。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
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时日计死埋葬罗隐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就天，那这里转灵爬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肉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来恭读上帝话，今日所要读的是《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31节，《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31节。来个。无啥共款哦。对。哦，是。迄个圣经咱也无啥共款嘞。是嘞是嘞，我看卖啊，我无用着遮，是嘞。要紧，我读。好，来，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耶稣教。徛伫中间，甲伊讲：“愿恁平安。”已经讲这个话，就用手甲协下，互因看。学生看见主就欢喜。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已经讲这个话，就对因分开讲：“恁受圣神。恁写什么人的罪就写去，留什么人的罪就留着。有多马称做假托马的，是12个学生的一个。耶稣教的时，伊无三甲伫地，其余的学生就甲伊讲：“阮遮的已经看见主啦。”若是多马甲因讲：“我若无看见伊手中的电的额，无用我的手头啊探伊电的额，无用我的手探伊的血液，我决断唔信。”过了8日，伊的学生搁再伫厝内，多马也伫地，门已经关，耶稣教徛伫中讲：“愿恁平安。”就甲多马讲：“伸你的指头下来，看我的手；伸你的手，探我的血液。无你做唔信的，就做信的。”多马应讲：“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耶稣甲伊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啦。”耶稣伫学生的面前，佫行多的神迹，无伫记伫这本册，独记者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信的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活。咱来读国语汉语本。那日就是7日的第1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钉痕，用指头探他那钉痕，又用手探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着。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啊，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里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愿上帝祝福伫咱所读以所启示的话，咱请牧师为咱祈祷甲证道。伊今日所要带来的信息是愿恁平安。咱做来祈祷。主悲听从阮的天父，阮伫遮献上祈祷。阮自执伫你的面前，是为着阮领受你的恩典。希望阮即马目前咧面对即个疫情特别是伫阮南加州的所在，即个疫情会通讲是愈来愈严重的中间，但是阮犹原伫即个所在坚定来信靠倚靠你，求主你施落你的怜悯看顾伫阮的中间。阮搁一摆自执伫你的面前，也就是阮已经领受主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你的保守看顾伫阮的中间。那阮也特别要为着遐个伫第一线咧照顾病人遮医生护士，或者是遐咧提供阮日常需要遮商店遮个工作人员，因拢为着阮的需要伫遐咧努力打拼，咧冒迄个染着病的可能性，伫遐来提供因的服务。求主你特别施落你的看顾甲福分伫因的中间，也互因伫主你的看顾下面将你的疼来分享互遮所需要的人。阮求主你来施落你的怜悯，亲像早前你施落你的应允，将平安留互遮的学生。你因显现，甲因讲愿恁平安。主啊，即句话是阮今仔日所需要的。当阮咧面对即个苦难的时阵，全世界拢在面对，拢阁无法度来想出办法的时阵，主，阮真正需要你圣神所同在、所施落平安伫阮的中间。阮今仔日自执来献上阮对你的感谢，也要献上阮对你的敬拜，也要搁一摆恳求主你来保守阮，亲像你伫世世代代保守遮的圣道一样。阮为着今日的礼拜献上祈祷，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阮分一口气，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耶稣显现的时阵，甲伊的门徒讲：“愿恁平安。”耶稣毋但一摆讲即句话，即句话嘛，袂也诚做咱基督徒互相请安。咱已经甲简化，看到人就讲平安，电话寄起讲平安。
但是原来意思是平安甲恁同。即个也是讲愿恁平安，咱台语的翻译啦吼。伫即句话中间，咱会感觉甲用2字平安的称安，有小可较无共款，有较积极，也是讲用英语的讲法讲叫做动词啊吼，有迄种祝福的意思，毋是干那一个名词伫遐讲哦平安哦平安安尼尔定。我想特别是针对咱即马咧面对即个疫情的时阵来讲，即句话我相信深深要刺插咱的心内。主今仔日嘛咧对咱讲话，愿恁平安。咱要倒来看伫圣经伫约翰福音记载20章伊记载即个耶稣割腕了后，伊向门徒显现迄个情景啦吼。今仔日咱所读的20章对19节到31节的中间，拢总有摕着两个场合，拢是伫同一个所在。两个时间是差1礼拜久，差1礼拜久。咱要安怎来思想主耶稣伫显现了后，来甲这门徒讲，是安怎耶稣会甲因讲？咱要做伙来思考啦吼。所以咱来想看卖啊，讲当初是耶稣伊受出卖了后，受掠了后，受审判，然后钉伫即个十字架迄个境地吼。我想对这个军队伊3冬久，逐日甲伊做伙的门徒来讲，一定是真恐怖的一个情形吼，一定是真恐怖的一个情形。所以伫迄个11个门徒的眼中，牧师讲11个吼，因为犹太已经无甲因做阵啦吼。11个因安尼看到这个情景，我想莫怪彼得会否认耶稣啦，吼，伊安尼无缘无故，就受掠，就爱受审判吼。咱若有看过迄个受难记迄出电影的人，咱就知影讲，迄描写了真徹底、真清楚。耶稣所受的艰苦吼。虽然彼得伫进前才讲着讲主啊，我愿意甲你做伙坐监啦，做伙死吼。咱中文讲为你2倍插刀我都愿意安尼吼。但是耶稣甲伊讲，你假叫进前3摆要无认我吼。这前后即2句话，实在无法度去想象遮尔大的差别啦吼。马太福音26章33节，彼得安尼讲，假使别个人拢离开你吼，我绝对啦吼，无离开你啦吼。但是耶稣甲伊讲吼，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会3次说你不认我。我常常有迄个机会咧，甲人讲话吼。其实我足惊人甲我讲啥，没问题，包给我，没问题吼。彼得就是即种的吼，没问题，我绝对不会。结果伊是绝对会啦吼。因为耶稣基督知门徒拄着苦难的时阵，因会惊吓，因会软弱。伊嘛知影咱伫苦难的中间，咱会惊吓，咱嘛会软弱。伊嘛知影咱是软弱的，亲像伊伫迄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的中间，伊甲上帝安尼祈祷讲：爸啊，求你将这个杯刷走。伊知影咱吼。咱来思考啦吼。伫即个中间，当门徒面对耶稣受掠受定的即个代志，因的角度啦吼，对因来讲，什么人是因的对敌？照讲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对敌是罗马人，因为罗马统治因嘛，因受人实民吼，受人实民。但是因无拍算，
因所面对的对敌，毋是干那罗马人尔定。咱来看嘛，因看见因的老师，因通常是咧军队的老师，也是讲因的瓦课已经无去啊，所以因已经解袂清楚，讲我当要瓦课什么人，什么人是我的对敌，而且因去互因的同伴，偏偏是做学生的犹太，看见犹太出卖因的老师。因完全无迄个 idea， 毋知影上亲近的人是因的对敌。我拄则讲着，毋但罗马人是因的对敌，罗马政府是因的对敌，犹太宗教的领袖来欺压犹太人，来掠耶稣，甲伊送去审判，甲伊送去审判。即个赢做由这个军队耶稣遮的人真大心内的恐慌，因毋知影因的对敌到底是啥物人。咱画甲画吼，犹太安尼去出卖耶稣吼，后壁罗马迄个圣殿的即个兵丁吼来掠耶稣吼。点彩家己的家兄嘛是咱的对敌啦吼。我相信即摆足侪人拢有迄个感觉啦吼。讲即摆若出去外口去买物件，大家拢会惊。你也看即摆的 cashier， 大家拢有砸物件吼。毋但安尼尔，听讲迄个大华即摆买物件无爱互你家己砸袋啊，伊毋知你的袋啊有即个毒无，伊拢爱叫你买伊的袋啊，无着。车爱家己塞出去外口，囥的，伊无互你家己砸地啊！大家拢会惊，大家拢会惊。伫耶稣的时代，门徒看见耶稣拄着即种的苦难的时阵，因嘛拢会惊，甚至因嘛惊讲，这11个中间，毋知佫倒一个要出卖因，敢毋是安尼？所以咱毋知影敌人伫倒位。咱现代人咧面对即个中国武汉的这肺炎的时阵。全世界人咧面对甲温度共款的危机，咱毋知影对敌伫倒落，咱毋知影对敌是啥物人。点在是甲咱上亲近的人，伊身躯有带菌，咱嘛毋知影，咱毋知影，所以咱毋知影的时阵，咱真困难去预防。耶稣的门徒犹太去互撒旦入了伊的心内。所以咱开始就爱政府就爱叫咱安那，爱有迄种social distance， 还是讲咱咧讲 physical distance， 就是爱甲人保持距离。为什么保持距离？就是咱的身体就抗迄个可能性，讲可能边仔迄个人就是有啊，边仔迄个人，所以爱离较远的，莫互相感染着。咱足惊受着伤害，别人嘛足惊。受到咱的伤害，伊嘛毋知影咱有啊无。第二个，对伫因的家兄了后，咱看见门徒，中文讲不见踪影啦，无看见半个人啦，走到无看个人，圣经无甲咱明确记载讲门徒走到无看人啦，但是咱对几个即个记载无共款的角度来去看的时阵，咱会通知。事实上，门徒真正是走到无看人。福音书记载，彼得否认耶稣了，无搁再公开出现过。一直到耶稣搁门徒显现的时阵，伫即个要伊马有斯的路上，拄着迄个门徒，因搁毋相信，因开始迷起来。路加福音23章的26节。马可福音嘛有共款的经文伊讲迄个兵甲罗马兵丁甲耶稣带走了后，因伫庄骹拄着一个人，迄个名叫做西门，因掠伊将十字架放伫伊肩胛头，叫伊拍呢，叫伊对伫耶稣的后面，意思就是讲叫即个人。凊彩掠一个人，看
看伊安尼装脚来，可能做是人啊，身体介勇，就叫伊来替耶稣扛十字架。耶稣的门徒中间有几若个是掠鱼的，因应该嘛是足粗勇的吼，汉草真好。但是好哪亲像罗马兵丁伫周边看无耶稣的门徒，因只有凊彩掠一个人，讲你来替伊扛，吼替伊扛。然后27节甲咱讲有一大群的人军对耶稣，其中有一寡妇人人为着伊哀伤。咱知影妇人人就是7日的第1日走去坟墓去看，但是毋捌伫经文内底拢无摕到这门徒伫倒落。所以这是影片吼，迄个受难记影片内底所描写的有迄个西门去互罗马兵丁来叫来替耶稣扛十字架。所以有人就讲这个人就是安那，这个人就是第13个门徒啦，吼，第13个门徒。当这个妇人去到坟墓，天使甲因讲：恁去甲门徒讲耶稣，恁的老师已经过活。伊去讲的是因毋相信，但是有的人嘛毋敢去。所以咱会通知影门徒伫惊吓内面，因是散下米调的走较无看的人。颠倒咱看见这妇人人，咱伫拜五时咧讨论讲迄个妇人人的地位啦，吼。圣经无去否认这妇人人、这姊妹的地位，因诚做一个真重要的见证者，也诚做第一个真重要耶稣过活的传福音的人。但是门徒这个普通时啊，伫个身躯边咧军队，逐日咧军队的人，因煞毋知影走去倒位。使徒行传第11章第19节讲，迄个司提反去用杀的时阵，这个门徒、这个信徒嘛拢走甲无看的人，吼，走到真远的所在。所以迄个咱讲，因为安尼迫害，所以福音单传出去，因为毋敢搁伫迄个所在。照这个证据来甲咱讲，咱真正知影讲，使徒真正是惊吓。伫耶稣受难受苦的时阵，因毋是闭起来，就是走到无看的人。约翰福音20章19节，咱拄则读的经文，这个中间，咱看见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这是台语的圣经。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讲，星期日晚上，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门紧紧的关着，紧紧的关着。迄个意思是啥？迄个意思是讲，毋是干那门掩的尔，毋是关的尔，伊是真正是把门锁起来，紧紧的关着。咱来看迄个中文的希腊文的圣经安怎写啦？吼 ，NIV 的圣经翻译讲吼 ，with the doors locked， 吼，因为因会惊因 for fear of Jewish leaders， 所以咱会当看见讲，这个门徒心内真正是伫惊吓的中间，毋是惊吓尔，佫是真正深深的惊吓，深深的惊吓。希腊文的意思是，甲迄个门大力，也是讲真用力爱甲伊 shut，the doors were shut， 迄个意思吼。这个原来迄个字会当翻译做讲锁起来的意思。所以因毋是甲门关起来，你知影古早的门是一个门串安尼，佫甲迄个用起来惊人撞入去，吼。26节共款伫过一礼拜了后。因佫共伫一个所在，第一摆是迄个多马无出现，第二摆多马有出现，但是因犹原惊吓，犹原共款甲门关起来，共即个字伫19节、26节拢出现，所以咱就知影讲因的惊吓已经维持几工啊？47工啊！
耶稣伫40天的是过啊吼，佮过一礼拜了后，因医院佮惊吓，因佮惊吓，啊，真惊吓。啊，我感觉圣经伫咧描写即个代志的情景，真亲像咱即马即个情景啊吼，咱嘛真惊吓，所以咱伫伫即个照政府的命令，伫遮厝里来做隔离的动作，吼啊嘛已经超过4礼拜吼，啊，佮偌久咱毋知影，看到底疫情的控制到底是安怎？文图真正惊。文图唬人，做学生的代表的彼得唬人，文图密起来，文图甲门关起来。其实惊嘛无伊拄拄是一个歹代志啦吼，因为惊会互咱较谨慎小看吼，啊毋惊的吼，拢会安尼青惨啊乌白撞安尼吼，惊嘛有好的角度。会通互咱知影讲，咱无够能力，所以咱着爱倚靠上帝。免得咱吼，亲像彼得的骄傲安尼讲，老师无问题吼，佮拍现感觉我两臂插刀都没问题安尼吼。咱有当时毋是亲像咱家己想象遮尔啊牛，遮尔啊厉害。愿恁平安，也是讲愿平安同在。真正咱有才调科学机吗？咱知影全世界的科学家汉济，医学家汉济，在目前为止还佫无有人会当发展出一个真正证明讲有效果的治疗方式对这个肺炎。所以咱需要亲像会惊吓的人，耶稣嘛伫伊的这山顶的教士部分的中间，甲咱讲。咬喙打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啊！心内爽享的人有福气啊！圣经绝对无讲骄傲的人有福气，因为咱爱会晓倚靠上帝。主耶稣讲愿恁平安，也是讲平安甲恁同在。当这妇人人去到伫坟墓的时阵，天使甲因讲：恁毋免惊。这足重要一句话，恁毋免惊，你毋免去找这个要定时给死的耶稣。第5节，佮甲因安尼甲因讲，恁毋免惊，不要害怕。这嘛是伫约书亚的时代，上帝定定甲伊讲的话，毋免惊，只要信，只要倚靠。所以咱对第6节。经文嘛是伫遐讲，伊已经无伫遮，伊已经过活。咱所倚靠的毋是死去，是过活。所以伊找肯定倒转去甲遮文图讲。这咱前礼拜已经有讲到，遮妇人去遐看见坟墓已经空，迄个空是因为主已经过活，毋是无去啊。所以因就紧紧去甲遮的文图讲。报好消息，报好消息。咱知影，就算有人报好消息，嘛是有足侪人毋相信啦，吼。但是文图中间嘛是安尼，吼。咱来想象，伫耶稣过活了后，甲2个要去以马忤斯的即个路上的门徒讲话，因完全惊吓，完全无了解，但是当因甲耶稣伫讲话的时阵，因尾啊来想象，因讲，当耶稣甲阮讲话时，阮的心真正是开始火热起来。迄个火热会通了解做讲，佮令心开始有一个愿望。咱讲我的心冷去啊，讲无愿望啊，因为心开始有火热的感觉，因为佮我的主甲因同在。当门徒伫室内门锁起来时，代表因已经无搁再愿意开放家己。是毋是咱有看见记载讲，彼得搁甲一寡同伴倒转去安那，倒转去咧掠去？因感觉对主的这条路已经无效去啊，应该无效去啊。但是主显现伫因的内面，甲因讲愿恁平安。
唔免惊啊，唔免惊，只要相信，因为主已经告我，而且伊所应允的平安，甲咱三个伫地，咱唔免甲咱的门锁起来。路加福音24章33节，还讲7日头一日，啊，伫这个所在咱看见，伊耶稣出现伫因的中间，因把迄个门关起来，但是门关起来，犹原耶稣会当伫因的中间，表示耶稣是无受限制，无受到空间、无受到时间的限制的救主，告我的主，伊甲咱讲愿恁平安。当耶稣甲门徒讲愿恁平安了后，佫有讲一句足重要的话，伊对因分一口气，甲因讲恁领受圣神，然后讲因有受到的权柄，啊，讲着赦免遮的代志。但是较重点是因领受圣神，领受圣神这项代志提醒咱基督徒，就是当咱相信主佮我。咱接受佮我的救恩的时阵，咱要佮重新一摆来受创造，好那亲像创世纪中间，上帝创造亚当对伊分一口气，咱就要成做有神的活人。咱无对得死尔定，咱要佮对得佮活。当咱领受圣神了后，伫约翰福音14章，耶稣捌甲门徒讲着要享受圣神的代志。27节伊讲：我留了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互恁。我所互恁的是世间人甲世间人无共款的，所以恁心内毋通忧愁，也毋通惊吓。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留给你们的跟世人所给的不同，你们心里不要愁烦，也不要害怕。主的平安今仔日嘛，甲咱三个伫地。虽然咱犹原会惊吓，啊，伫咱的惊吓中间，咱搁较需要来，互咱专心来仰主，互咱来领受主对咱的疼。咱伫惊吓的中间，会当搁一摆体会。台北的诗篇，当咱行过死的山谷时，有主甲咱同在。愿主的平安甲咱三个伫地，咱做来祈祷。听咱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伫2000几年前对门徒所讲的话，今仔日也对阮讲。虽然阮面对这个疫情的时阵，阮心内甲门徒同款，阮惊吓，阮有不安，阮有烦恼。但是求主你的平安，甲阮三甲伫地，互阮借着谦卑，借着祈祷，借着领受主你的恩典，来得到主你所赏赐的平安。愿主你对阮分一口气，赏赐你的圣神，甲阮同在，成做阮得到救的证据。阮献上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就是咱要来个吟诗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圣诗337首，圣诗337首，对主疼爱万项事情。第337首，对主疼痛万项事情。
这时，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祝福。咱若奉献，咱会当寄予主约地址伫周报的另外一边遐详细住址，也是咱同齐过来教会的时阵，则献予教会做一个奉献。咱来吟奉献的诗。会经愿献予你，愿从日动弹的心，我会在这里。请咱同心下头来祈祷。我的主啊，愿随梦无去你的殿院，阮也真少念伫你的殿院，但是阮的心拢袂离开你。伫这个疫情的中间，世界各国拢乱清清，人的心对人拢有一个惊吓的距离。各国甲各国拢互相咧指责，互相拢无信任。主啊，阮搁一摆来告别阮人类的罪，阮要搁来到你的面前，阮恳求你，无离开阮远远，求主你赦免阮众人类，用你的慈悲疼叹，搁一摆怜悯阮人类。阮恳求主你，赐了包容的心，给各国的领导者，无搁有指责对方，会当团结来到你的面前，有智慧、同心来消灭这个疫情，也为了这个疫情，阮恳求主你赐智慧予科学家、医生来发明各项的药啊，也为着第一线救人的医生、护士，恳求主你使因有气力来为人类来做工。阮也恳求主你安慰有失丧的家庭，求主你安慰因，也愿你的平安甲阮众人类伫地。阮一只所献出的，愿恳求主你欢喜来甲达，用出拢得到你的赐言。我能感恩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这是咱请牧师来欢迎甲补充报告。咱欢迎落尾，咱的交陪是这个欢迎啦吼。咱继续为着这个疫情来祈祷吼。这两天又搁落雨，搁变天吼，请咱较保重家己的身体安尼吼。咱较重要是后礼拜吼，咱要提早半点钟，就是10点就开始礼拜吼，10点哦，嘿，咱来准时哦吼。咱要邀请苏慧智牧师来讲道，主持就任的宣誓。牧师小可解说一下，就是讲讲道完了后，马上一个就任的仪式。这较重要的就任的仪式有3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请苏牧师来问我，吼，伫咧问答的中间来做宣誓。迄个开始要牧师就任的时阵，咱所有的人的 audio 甲 video 拢总要开，吼，拢要开。迄个原因就是讲，牧师爱誓约，会友嘛爱誓约，吼。所以当苏牧师甲我誓约了后，伊就会来问会友，吼。我明仔载甲迄个誓约文吼，先传互大家，大家去看一下吼。誓约了后，第三个部分就是苏牧师伊会宣告讲，李任的牧师正式就任这个信仰教会的主堂牧师，安尼大概我想袂介长的时间啦吼。然后就是讲，咱会请这个咱的教会代表David 吼来甲大家讲一寡话，也是讲感谢的话安尼吼。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步骤。我会拢后礼拜的 PowerPoint 我已经开始咧做，就是讲爱用中英文的，拢总用，拢会全部的听书拢会放伫咧内底安尼吼。连米若有问题，咱会当伫会后交陪的时间，咱再过来问安尼吼。所以9点半我就会开始开这个Zoom 的meeting room， 10点就正式开始做礼拜，吼，10点就开始正式做礼拜。这个我想咱拢讲介一摆吼，这周报内底有资料，咱会当来为着这方面。咱这个拜五7点吼，3月24日要查考这个题目带前书第3章吼。咱有迄个同款的 meeting 的 ID 吼，加迄个。前礼拜有28个人，4月17号的查经有18个人吼。好。就是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诗篇第16章第5节到第6节，咱来读2解。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的忧苦要拿加添，因献殿的火的祭我无要献，我的嘴也无要提起因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固守。搁一解，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的忧苦要拿加添，因献殿火的祭，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无提起因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固守。诗篇第16章第5节到16节，咱来吟上言513首，吟诗煞，请牧师为咱祝祷。第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天父，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来献上祈祷，求主你特别来看顾所有为着这疫情咧拍拼、咧付出、为着人服务遮第一线的人。阮也恳求你圣神，甲阮所有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伫这段期间的隔离的生活中间，阮已经领受主你的恩典满满。但是，阮搁较恳求主你继续来看顾、赐福，咱愿上帝的平安
甲咱三甲弟弟，互咱满有喜乐的心来度过这段的艰难。主将伊的平安赏赐互咱，是要爱咱因为伊来得到救。愿主同在，基督靠主的名，阿门。OK 了。哦。